另外啦，
思啦，即係話其實想講啦。主要其實就話，喂呢單嘢政府之前嗰個小嘅同嘅就話，喂明啊，政府有手隻啊，自己投上嚟嘅 share 上嚟，但係佢啲用手最多嘅集做緊嘅擊啊，咁嘅其實最主要咧，當然係啲民生幣啦，係咧，我冇問題啦。其實依家購買嘅產品係實時下去，任何人都冇比較，即係如果有手隻應該少，但係有人數啦，但係都冇啦，買到我哋或者買到好啦，乜都冇。咁啊，總之咧，自己心知自己有錢，所以其實就話啊，為咗即係女仔最 sorry 啊，你嗰啲咁啊，好限期，啊，最短嗰段時間，但係你話嘅最短咧，其他嘢冇嘅，其實有冇講到總理嘅好上嚟，即係自己生活，即係食飯，我哋買緊之後啊，friend 送嘅，為咗啊，好上我最高，我有錢剩，而收益最大嘅，呢個幾多成㗎啦，就係啱啱先做嘅交易嘅，咁當然你想赤字大，大家知啦，咁佢哋佢哋啊，即係計長同或者我哋轉咗自己收嘅，即係我甚至嗰陣時即係無啦啦，即係我話預算有睇咩公司咁啦，啊，俾隻我轉啦，但係當時咧，後邊做嗰個訪問講嗰句話，呢個真係點解咧？佢嗰個即係我識咗字，佢同我後邊唔知，但係佢嗰個地方佢一定要交流實質嘅所有嘢，我都交流埋，你有啲嘢佢哋分錢少，如果佢做資料佢哋有某啲啊，確實係差別啦，咁啊，都會知道我哋以前知道係啊，後邊實質所以一種原來咧就係包曬嘅過啦，我覺得好少人可以真係大量買到去包曬嘅過，但係佢話即係嗰時真係我哋自己投資，我哋上場嘅投資者，正當啊，嗰件事已經發生咗，有各自自己心理上，傾偈以後啊，將件事俾你講翻，同佢講翻，佢會專門同你我哋個財有兩個嗰陣時，中央上面係好重要，咁啊，前啲財咧就同人有時間，大佬你係立啦，你呢個立場擺住，立場擺住，啊，你可以立場啦，啊，咁我覺得好難啲，好難做嘅，其實你即係話政府嘅原本嚟講係冇靚嘅，因為原本咧就話佢冇即係嗰嘅將政府整嘅，或者檢查人，大佬兩點啊，呢間嘢話係當時你分到事啦，但係咧當然有就係俾我講，你話有冇呢個事咧？佢大政府就係原來城市產過4次，咁你話4次咧，政府喺身邊做成嘅，因為喺政府咧就望住係啦，成日喺度產啦，咁我就會做咗連續嘅嘢啦，咁就算我身邊有人睇啦，我覺得佢講呢句嘅邏輯有啲怪啲啦，所以咧你話我你信邊個本身，我覺得係一個正經嘅嘢。以上咧，我有呢頭咧雜誌係鬧爆嘅人，主要個頭咧飛機同你有啊，少少口嘅印象，或者做開記者，我覺得哇好亂啊！當然呢件事我覺得幾緊啊，除此之外亦都咧好多目前嘅一件事發生嘅實際產生啦，例如咧當然你話我哋話咗呢個亦都係關於政治，因為當咧大家嘅嘢係講緊，咁啊呢個係睇到政治嘅，呢個嗰個時候，當時啊，最緊要咧，呢個咧就係當時嘅前嘅就係一個有啦，即係另外一樣嘢當時我哋上嚟睇，呢個當時睇到啦，行上咧就係就係條線啦，跟住咧當時咧因為擔心我哋傳傳嘅會係發生咁樣啦，咁當時因為啊警察嘅唔多，我哋爭朋友之間傳傳咧係就前發嘅，所以咧當然你嗰度向住啊大家朋友四開始嚟嘅，啊有冇人參與？咁呢幾個即係呢個前咧開始產生咗啦，當然啦後尾收到發之後咧，即係發嚟嗰陣咧，你係咪知咧網上咧佢傳嘢咧，你睇因為你咧俾嗰個人嘅傳嘢傳嘅嘢係咪啦？係上嘅，跟住就講翻開始3個人之後，即係我就真係都係咪真嘅？其實係真嘅，佢就真係好殘忍嘅，你最近咁少少殘酷嘅，咁我想知啊，係睇到呢3個係點解啊？合成嘅假上嚟㗎，咁但係咧就會有啲講呢個上嚟做係真嘅，話晒咧3個人都叫係有搞出嗰個知識嘅，即係有我有啦，咁啊有啲政府話真嘅，政府話政府話宣傳佢話，但係佢真係習慣，有時候成日係發生嘅，之後話佢自己唔係講嘅事，即係之前呢個或者做公司，一個嘢成呢個我覺得真係有啲人睇我唔識講啦，有好多係政府一個幾大個啦，即係佢隨意嘅咁嘅，即係高級到期或者已經高級咗好啦，就係同嗰兩3年嘅佢哋做大公司啦，不過就係好難少嘅啦，就係睇唔到政策啦，即係嘢我都咁嘅，咁政府就係求你啦，咁但係我哋佢哋就係好衝勁，衝咗先，但係有少少佢哋保持咧，佢改善啦，我哋自己啊，點樣打出嚟好事啦，咁樣嘢都其實我曾經有時啦，但係睇到大部分企出嚟，好多時候咧出嚟上市已經唔啱啦，就係有啲已經唔係辦法啦，咁相反有時政府咧，如果係啊，即係我出街已經做出上市嘅事，你點樣食？可能點樣點樣食咁樣，咁嘢你就去學習嘅，總之係咁係咁3個人都非常熱愛，成日都係咁大。
仆街你真係啊，碌柒咁樣，屋企真係啦，真係我自己算數啦，真係要為自己俾人鳩嘅，唉，真係呢個喺屋企地啊，真係真係啊，唔等於啊，嗰個咩咩收數咁樣嘅嘢做到，啊唔等於啦，咁樣做嘅點啊？誒點知嚟㗎咧？譬如話唔等於啦，我睇電話先得㗎，有錢得㗎，嗱啲咁閪啊，一千蚊就得啦，跟住一千蚊就得啦，你係啊得㗎啦，插死埋，你玩嘢啊你真係，一定要做嘅，你話冇長嘅，點會點會做啲咁嘅嘛？叻人咧，跟住直接做個正教，做個正教，咁你唔轉交之餘仲要抱住一千元溝你真係冇，嗱後尾正教冇之後考慮大大啲，咁又冇錢喎，嗱咁你又話做廢話正正嘅話，咁啊咁啊，佢哋冇錢，但係冇錢冇會講咧，就已經叫做冇啲冇攞限額，佢唔入唔可以冇諗到啦，咁後尾有考過條位，就咁個嘅理由就咁啦，你講係話你身份證話俾啲資料啊，你有啲證啊，跟住咧當咗先係差人咁樣，咁佢要你好啦，咁跟住就好啦，好正嘅，你話俾你唔差嘅話，因為考過你攞20萬大嘅，或者好正啊，好快就成嘅，真係啊，俾錢俾你查啊，但係邊塊10幾萬，跟住咧就後尾點解你變咗40萬咧？或者我加埋啦，就係30幾萬嘅，咁啊因為佢咗可以即係叫做真啊，所以佢自己攞住個保，係冇錢啊，咁佢保嗰啲啊，啲錢考過啦，點啊？我而家就財務你，佢而家儲錢啊，借錢嘅，我收錢交佢啫，係咪啊？我以前一個特登又我交咁樣，或者你收錢喎，你自己知啦，自己知啦，我講知啦，大家計埋你自己知啦。唉，屌你真係，咁咧就自己啲錢全部一定收，後尾咧跟住公章佢同埋所有嘅財務公司跟住就唔存在，跟住就唔存在，咁跟住後尾佢就 block 曬啲即係俾錢啦，你唔見啦，冇錢啦，跟住就唔啦，佢真係驚有個甚至乎啦，即係正常嘅交嘅，即係 block 曬，唔要啦，唔要錢啦，甚至乎唔啦，唔要錢啦，我俾錢啦，即係佢報警啦，報警啦，俾錢啦，點解啊？咁後尾咧係我就自己嘅，我自己嚟報嘅，我自己費嘅，甚至乎我阿媽自己，我自己賺啦，寫信啦，寫啲阿媽啲啊，有錢啦，跟住就啲其他嘢啦，做曬做曬，其實有啲嘢，就話俾人哋啦，我諗我寫嘅，我要你俾翻佢啦，我話你係要先寫，我要你而家我俾翻你做，如果唔係咧就打就打你，做打你，而家因為我而家先話先賺㗎，咁呢個大佬咧都要你正寫啲檔喎，哇係，呢個大佬我手都俾啦，呢個係而且係真係我啲嘢，你都係啊，不收啊，俾檔我壓住你，咁樣喂，嗰啲咧我呢個啊，我想我要我想啊，即係我做嘅嘢，你係絕絕絕，做到你你你我相信係有啲絕絕絕，係咯，即係喂，叫你我哋接受係咪？所以冇啊，嗱你正正正你你係咁樣你參與咗，咁你上嚟我呢啲，我呢啲做嘅咩？係啦，嗱你會上次會上邊咁你做嘅嘢，所以咧全部都係呢啲嘢，你俾啲講咩啦？你呢個咁至於一百萬咁啊，咁係有好多就做緊咧，真係我諗我諗我係我係呢個咧買啲話係嘛？真係喂我我我哋所以就買多嘢咁樣，咁唔係話鹹濕咗，喂我我啲錢啊，喂你快啲講咯，你都識嘅，你會買好正，好正咁10萬啊，係咪之前好多嘢就係最係啦，係鹹濕真係好正，係真係非常好嘅，誒一陣就講啦，所以我想講啊，係要有時一定要做嘢啊，因為我唔係自己點點點點點點我係我係費事做啦，我做啦，我就唔要啲嘢，我就唔知佢有啲乜嘢事嚟，我都唔知我做，有啲我做嘢，一分鐘就做，但係我做，因為即係你你你我就冇呢度，唔係因為我知道呢個呢個，咁所以呢啲事係最緊係係殺死你嘛，你做咗就做嘢，係就係。大家好，我知道呢個件事咧就係大家上次後面嘅，即係點打我，因為大家可以做嘅，呢個人我市場啦，其實我覺得呢一單 case 對嚟講咧，因為呢個理解嘅，後面嘅嘢成熟啦，同埋差唔多翻好多關於呢單案事，所以自己嘅係要理解。咁首先就講下呢單基礎嘅嘢先啦。咁嗰陣時發生案咧，呢個係2002年，但係2012年嘅時候，因為政府或者就拍呢個老夫子2001，其實嗰陣時咧點樣傳俾我咧？你嘢啊，但係你嗰陣時政府同佢溝通嘅，咁我知一有咩事發生，呢個世界嘅時候係點樣發生？就係附近都麻啦，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引發兩單案嘅發生嘅嘛。點解咧？因為當時炒完車之後，就有車就走，即係3個人喺灣。咁如果佢講出嚟喺灣做嘢咧，可能都唔發生到嘢嘅。咁呢樣就話當年嘅政府係有好大力大啦，咁而且最大時候咧，之一就係飛車，咁啊即係都唔係第一次炒車有錢咧，都炒幾次啦。咁但係咧都冇人幫到㗎，即係知道㗎，甚至乎當時老闆咧，有時咧做到翻返嚟俾個男嘅話炒翻嚟，亦都係因為呢個翻嚟而一份案件啦。咁就係可以話係講佢嘅案件就係好啦，時間到咧2002年3月23號凌晨時分啦。咁啊據聞咧嗰陣時咧之前嘅話啦，就話政府或者市民或者細個咧就上公司 K， 跟住咧就咧當日就會就會機場咧就泰國去玩㗎，去玩㗎。咁點知咧送咗入翻去嗰啲駕駛就話3萬嘅時候咧，就喺個公面度發生一個嚴重車禍，咁啊嗰個咧就係泰國嘅10萬，呢個咧就10萬啦，亦都有個例都係跳咗啦，咁啊10萬用完再加埋呢個啊，再加埋自己炒咗呢個花送。咁啊呢個大作嘅成架車完全冇變嘅，都係原本都爛埋㗎啦。咁原來發生車禍嗰陣時咧，發咗支架啤車就喺後邊，所以咧就同快啲上架車就跟住 call 公司嘅呢個司機啊，剎車司機咁啊喂，我要你坐車嗰個點樣？而當時呢個電話咧就係喺我度打翻咗2件事情成功㗎啦。當時電話時間係8點15到㗎啦，咁就我預咗呢打電咧就電話，因為呢個駕駛快嘅，就咁做唔到㗎啦。咁啊成個都傾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就有發展佢即係佢講咗出嚟先，嗰時駕駛司機或者我哋話上職場，就揸公司車咧就6點半到8點半咗啦。咁即係話咧當時佢都正常咁啦，點解架車度？跟住有個人就冇車嘅電話我撞你架車嚟啦。咁嗰時咧佢就送俾警察檢查嘅，咁啊成個跟住講到第7隊嘅警員啊，劉志偉警員，咁啊8萬嘅。咁呢個咧就係案件嘅原因咧，呢個劉志偉咧知道你覺得真正事實嘅簡單咧，連交俾我要求。咁之後咧就打入啦。其實呢個點咧，我哋聽到有男朋友做即係每日可以出嚟檢查，都係咁警察。咁嗰陣時我聽到有男朋友就話，當時佢嗰陣時呢一個警察劉志偉咧就自動送上男性嘅搞掂嘅嘢，就好耐先發生。但係即係我哋聽到男朋友講啦，就即係懶人啊，咗有嚟送你啦。當然呢條咧，我哋一個都係唔係下下咧，當時發生事嘅時候咧，冇一個統一嘅講法啦，大家出嚟講嘅嘢就係佢呢度咧，大家完全就寫佢男朋友啦，仲俾你諗，哇咁然之後咧架車咁樣，第時咧就喂你揸冇車嘅係咁樣對話喺個大型撞喎，咁點接住咧？咁劉志偉就咧講嗰個情況咧就話，發生咗意外㗎嘛，大家實咧就冇車冇車，再次反正屋企再就冇車翻佢出嘅，咁講劉志偉通喎，結果咧就睇到啊，就冇車簽名啦，就咁啦，就咁樣嚟講啦。其實咧原本咧，如果大家發生凌晨再之前3次嘅時候咧，咁嚟解咧，冇事嘅，就係俾人到嘅。點發生呢件事咧已經查到已經就整個結果啦，咁啊結果係點嘅？啱啱發現例如咁我哋用啦，其實講到入嚟咁打靶啊，又會就講翻過去發現話啦，方向上去嗰個呢個事故嘅第一個事故啦，因為嗰個啱啱就係嗰幾個地方嘅轉彎位咯，所以咧好多人睇到政府上咗就直接走喎，點解有人嘅？咁當時咧就係一啲説話傳到去警方啊，或者市場中啊，佢哋激發出嚟講嘅話，結果咧佢哋而家嘅社會越嚟越雜，即係原本呢個城市都唔最好。
或者撞車，平時都撞啦，3次即係嘢3次。第二就話，咁警察啊，佢哋再講嘅每次撞車，當時人入面相講嘅，其實最多係發生咁嘅嘢嘅。但係呢個做到第二個其實係個好嚴重嘅案件嚟嘅。咁咧，佢反映呢個防衛司法公正，防衛司法公正係專門可以嘅，咁啊只係司法公正咧，嗰個要基本嘅就法咧，就邊個自己嘅第三者公正，另外公正嘅象徵啦。咁法律公法嘅防衛司法公正都係刑事罪嚟，刑事罪咧就話一定重㗎。而民事咧最多都係佢錢唔會咁誇張係定重㗎啦。咁佢定期係冇上限嘅，所以定期係公正㗎。但好少有罰款嘅。而香港咧最高咧都係2至7年啦罰款嘅，呢個原本啊最高刑刑。但後尾咧2004年其實發生嘅時候咧，佢哋就喺度即係罰款嘅批而家最高刑嘅，咁最嚴重到後尾咧根本就研究法修法啦，最少7年嘅啦。佢跟英國嘅法律啦，加入全面決定嘅，因為最終係法律嘅通過咧，唔係法律咧可以對於防衛司法公正咧，以任何嘅法律都冇啦，即係佢哋都係公話事。咁類似嘅刑事法咩咧，法打實啦，宣誓啦，法官啊，政治大家都係嚴重嘅都。佢講翻案件啦，咁我成個咧就搞到咧個法律嘅司機啦，因為法律實行嘅時候寫嘅，咁之後咧就被啊甚至係大陸地區啦，咁啊喺度咧簽咗咧刑事罪，所以刑事嘅司法法律司機咁啊，加上係佢咧即係咁係搞事嘅，佢就係咁樣，因為我之前咪就走嚟我呢個做咗實事嘅，咁我之前咧成個樣咧都係講事嘅，咁咧講佢做咗個法律司機，即係做咗咧係冇咁嘅，呢個我係頂咗實嘅，其實咁即係話呢個大陸嘅嘢嘅，咁但係其實啦，最後尾處理到就係再上訴咧，即係至少都有個控罪。咁呢單嘢咧去到4月8號正風，翻嚟個出咗啊，本身法律局嘅新嘅喺個電視上面成日搞嘅啦，即係前面都唔知咧，就法律出嚟啦，好彩嗰陣時冇咁大鑊啦，咁啊其實嗰陣時其實仲還罪嘅，咁但係咧當然冇辦法檢查嘅，咁就呢個咧就檢查咗做咗將白紙條拉咗成功，即係有陣時白紙條關喺度白紙學術嚟咁啦，咁啊政府嘅拉佢要佢將白紙條拉咧，咁所以呢單嘢咧都係因為呢個地方係因為地方啦，所以咧嗰陣時開始傳咧，政府嘅大量傳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呢個形象啦，直插嘅直插嘅細咁佢令到撞車之後3個月啦，等佢講咧，嗰陣時呢個案件咧證據已經夠咗證據證啦，咁啊所以咧我7、8號呢個國外先嗰啲資料咁啦，咁其實嗰啲名唔算太重要，因為總之就係即係開始咁嘅啦，因為名啊呢個係即係兩種即係佢喺記者眼中唔係好重要啦，即係比較反嘅嘢。咁到2月嘅3月啦，到20咧，呢個並唔係我哋就係個西區最緊要開始啦，咁啊政府開始咧，大律師作為清白律師嘅，咁而佢發現嗰陣時咧，都係長年咁樣啦，有警隊記者大炮咧去整啦，咁發現嗰陣時咧就開始啦，咁所以大家咧就接咗嘅警隊坑咗個政府頭面嘅時爆光，咁啊就係嗰陣時有兩個事啦，咁啊就新造成兩個事發生嘅，嗰陣咧就好多人為政府做電纜即係做個投食啦，咁啊包括咧政府嘅契媽安全啦，佢公司呢個實啦，同埋個傳統片啦，咁啊同埋呢個女 fans 咁啊，咁啊個片就話政府係有警隊嘅，另外一個就叫做電影啦，受傷即係即係發布，咁啊政府咧就知道咧就馬上咧就俾咗封信嘅咧就有錢嚟嘅，然後咧就俾個電影啦，都直接公司嘅電影咁啊，然後咧就真係做緊電影啦，同埋咧即係我哋睇呢個做嘅，我呢個電視講嘅，就喺呢個電視咧就出嚟講同佢嘅電視啦，咁個女 fans 嘅事咧，呢個女 fans 係玩 cancer 嘅一個女團啦，咁佢自細就兩歲就已經驗到 cancer 啦，咁其實係政府 fans 嘅，咁啊咧就希望咧驗到身邊啦，就揾邊個人就希望咧佢政府睇啦，其實當時咧政府咧係有嘅，咁就佢外地拍戲嘅，即係相當於就係講嚟講啦，就即係當時咧佢俾個男人啦，即係佢咧個男仔咧係有錢咧講係去俾個佢嘅見面啦，咁就話咧好多謝政府咧佢嘅真正嘅時間咧去到正式嘅預望咧佢先去發生啦，咁呢一個嘅時咧政府就點解個法院咧就行啦，就行呢個位置啊，咁咧當呢個叫正常啦，但係最奇咧就係喺甚至乎一日嘅話咧就帶住一個合會費啦，咁佢另外一個智慧嘅屍體，佢就話呢個錯誤咧先得咧係前嘅智慧啦，就係上個禮拜啦，咁樣帶住個屍體去法院啦，咁就係安葬咗先得，咁啊仲要係後邊嘅啦，即係有啲人就話佢求你嘅感情牌啊咁啦，咁我只係一個好有印象，因為哇大佬我從來未聽過咧人好似係你辦全部啲事去法院嘅，即係嗰時話真奇啊，唔係現實真係奇嘅，當時有人訪問啲醫院家長從來冇人話好有經驗嘅，最有錢嘅錢咧一成其實當佢講咗10喎，咁當然真係咁曬咧咁樣啦，當你一直講咧真係完全冇變化啦，咁其實咧佢12號反映我哋政府咧實際咧就收咗嘅啦，已經係我哋政府嘅政策啦，咁咧政府咧還打呢個監察嘅制度嘅，咁最終咧佢嘅判罰6個鐘政府嘅嘛，實際上咧對於錯事嘅，咁喺呢個事情入邊咧做啲咩咧？呢個嘅調查啊，有冇符啊，打低埋去，跟住俾你探一探啦，就冇嘢嘅，當係一個警司嘅前線檢查咯，咁啊打開啲就啦，就發現好似做啲對佢驗透過啦，再加上咧本身咧係有哮喘嘅，咁我先見到佢話啦，咁定咗啦，呢個係咩當時同嗰個法官嘅求情咧經過一樣嘅，所以咧呢個成個呢個成果定咧，即係嗰個冇事嘅，就因為中途咧就轉咗總檢證啦，就法律嘅事啦，咁啊最後驗咗所以咧就錯監嘅事嘅，而呢個之後有啲貓發生轉脈，最尾轉脈防止公嘅差人啊，落位啦，即係台地法啦，咁啊你估錯監落嚟啦，咁啊有時咧律政司咧認為佢太聽新聞法，咁咧呢個從管理方面，因為佢哋政府啦，落位都冇檢嘅，有驗證咧，政府政府法官有實際上啦，咁但係咧喺驗所以法官都發現咧，政府上訴，咁啊政府係冇證據冇證據啦，因為咧佢要做嘅上訴嚟做嘅，佢哋上訴係要緊㗎嘛，但係咧個咧佢仲要做檢查啦，佢仲做啦，有個案件好似係麻煩嘅嘛，佢要驗證嘅上訴啦，都發現咧個咧上訴即係佢哋冇罪，當時有呢單嘢驗證咧即係審判嘅，佢話咧政府法官做嘅，政府法官嘅，呢個就上訴咧，就法官嘅證據咧，咁啊驗證就琴日咧即係話中呢個中法律程序上訴嘅主審咧，驗證法官咧有時候處理驗證嘅時候咧，當時佢發現有個案方咧都係驗證法官驗啦，佢都係驗證，所以就係推翻證據啦，咁嗰陣時係驗證嘅，就係親自睇就係法官咧開心，咁啊即係有個時候佢驗驗好啦，咁啊當初呢個件事佢睇咗先係驗證啦，但係呢個執法咁啊，如果呢個驗證，所以驗證我哋就係驗證啦，所以呢個驗證係重嘅，因為呢個係驗證呢個公司咧，先決定呢個即係安排佢哋出呢個呢兩證，咁依家上訴就要講係上訴係嘅，但係呢個驗證就係咁就先做，咁所以佢哋就係法官上個議案咧，唔是發出呢啲定案，非常嘅法官列檢落咧就係上訴法官咁樣驗證嘅，咁咧出咗啲證人嘅公司係都出咗啦，而反正點解驗證呢個驗咧唔係事實嘅，咁但係經過檢到有隻大嘅證詞，有呢個就係出嚟嘅，決定唔多係做驗證啦，我都知道判呢個指為上訴咁判控方咧需要係律政支付原審律上訴嘅訴費啦，咁就係指咧法官講嘅處理，我哋知咧就係定包嘅事啦，因為係定包大公司定嘅時候咧，定咗即係佢法律嘅我哋都知道咗啦，但係政府上先咁8點等等，咁你話可以揾人定，但係政府法律嘅事，就可以曾經可以揾人定啦，咁原審裁判咧就認為冇非法公司，所以相信有時間咧就第二啦，因此咧嗰陣時啊，大家就處罰3證罪名成立，就判咗半年，但其實政府呈上嚟嘅係個法院出咗上嚟，自身是個推翻自衛，相關但係唔關政府案情，所以就定咗上嚟，當時啊政府就反過嚟係需要判嘅啦，咁成件事喺上咧就話政府咧法事當中政府啦，成個都係4月，跟住呢個唔知道自衛嗰個嘢咧就判咗半年，但係咧又反過嚟判咗啦，咁但其實呢個法事應該係咁輕重嘅，但係然後呢家其實特別靚嘅，都成為好多人話嘅，但係咧呢啲個人啊，後尾政府咧都唔再飛車啦，然後唔再揸車啦，你其實咧就都想買靚車，佢想買靚車就要打揸啫，換呢個公共車自己嘅車咧，或者即係自己放揸啦，咁做呢件事之後咧，佢應該要申請啦，咁有啲人咧但係就睇到嘢咧，俾晒啲安排啊，幫你佢加入申請，有時有呢啲事發生嘅，咁啊經歷呢啲嘢就自己親身申請去理解判咧，會好多不斷係自己責任嘅，會嗌嗰啲申請人做啦。
已经发生的